面紅紅起粒粒就一定係玫瑰痤瘡？今日咧，我教你排除法，一陣間咧就可以分清4大最容易撈亂嘅皮膚病。第一，最多人搞錯咧就係暗瘡啦。嗱，普通嘅暗瘡咧，通常咧都係一粒粒嘅紅腫啦，仲會有黑頭白頭嘅喎。但係如果你發現其實自己一粒黑頭粉刺都冇嘅話咧，淨係生滿晒含膿嘅紅疹咧，成片底色都係紅晒嘅話，咁你根本咧就唔係暗瘡，係玫瑰痤瘡。第二咧就係脂溢性皮炎。最大嘅特點係咩呢？就係鼻翼、眉毛都有啲黃色，好似油淋淋嘅皮屑。第三就係普通敏感啦，敏感通常咧都係覺得痕啦，但係玫瑰痤瘡咧好多時候咧都係覺得刺痛，由底嗰度咧係興出嚟嘅，好少會覺得痕咯。第四就係紅斑狼瘡啦，佢嘅標誌性蝴蝶斑咧係會避開2條法令紋嘅，而且係唔會含膿。但係玫瑰痤瘡嘅紅咧係會連法令紋咧都會波及埋。所以唔好咧，一見到塊面紅咧就嚇親自己。如果分錯咗病啦，一味亂咁搽暗瘡膏或者食敏感藥嘅話咧，只會咧塊面越搞越爛。嗱，如果你呢一刻咧都唔係好肯定，千祈唔好亂咁買藥啦，馬上即刻 inbox我，等我親自幫你睇下點樣由根源幫到你斷尾。